Hello，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嚟自香港嘅 Patrick。咁啊，今日咧會同大家去分享下，就係喺我哋 Three 啦，咁裏邊咧成個深入嘅獎金制度嘅分析嘅。咁其實平時咧，大家喺一啲我哋線下或者我哋喺線上咧，我哋嘅事業展示度咧，可能大家都會有了解到。我哋喺 Three 嗬，我哋嗰個獎金嘅制度啦，咁但係可能大家聽到嘅咧係比較簡單嘅部分嚟嘅，咁所以今日咧，我會從3個方向咧去同大家深入去做分享嘅。咁首先第一個部分咧就係我哋嘅獎金制度嘅部分啦，第二就係其實當中咧，大家會聽到我哋都有啲嘅評級嘅，譬如話我哋點樣上去3星啊，甚至乎上去我哋嘅總裁咧，咁今日我都會詳盡啦喺度同大家去做一個解説嘅。咁另外第3個部分咧，可能大家係從你加盟去到而家咧，都係未見到嘅嘢嚟㗎嚇。咁嗰個咧，亦都係一個真真正正好豐厚，而且咧係帶嚟俾我哋後邊咧一個好大嘅一個被動式嘅一個收入嚟㗎。咁啊好啦，咁我馬上開始。咁我今日咧我都準備咗有一個嘅PPT 嘅嚇，咁我就先分享出嚟先嚇。OK，冇錯啦，就係呢個啦。咁所以今日咧呢個獎金制度嘅解説嘅部分啊，咁其實咧喺我哋 Three 嘅平台啦，咁當中咧，其實我哋係會有5種嘅獎金嘅收入㗎，咁分別咧係我哋嘅產品代言嘅收入啦、消費積分嘅收入、團隊管理嘅收入，另外咧仲有一個全球領導嘅分紅啦，同埋一啲嘅晉級嘅獎金嘅。好啦，先嚟咧，我哋就係第一個部分啦。咁呢個產品代言嘅收入咧，就係當你去同你嘅朋友去分享 Three 我哋嘅商機，你嘅朋友加盟咧，佢會選擇去選購咧一啲嘅套裝嘅。咁我哋分別咧喺而家呢個階段咧，我哋有4個嘅套裝，分別係體驗套裝、優惠套裝、事業套裝咧，同埋一個專業版嘅套裝嘅。咁所以就視乎你個朋友到底佢去購買邊一個嘅套裝去加盟啦，分別你會得到啦我哋一個產品代言嘅收入嘅。咁個收入咧就係從25蚊嘅美金啦，去到350蚊美金不等嘅。好啦。接住落嚟就係第2個部分啦，我哋有一個叫消費積分嘅收入。咁喺呢個收入嘅部分咧，我哋係每個星期去發放1次嘅。咁只要咧符合到呢2個嘅條件咧，喺接住落嚟我講呢個部分嘅收入咧，全部都可以獲取到㗎啦。首先第一，你係需要成為咧我哋一個合格嘅品牌大使嘅。咁點樣成為我哋合格嘅品牌大使咧？只要你喺你嘅左營運區同埋右營運區啦，各自推薦1位嘅朋友。咁而呢位嘅朋友咧，亦都消費咗係有100個積分、100個 CV 或以上嘅產品就 OK 㗎啦。換句話講，你2位嘅朋友咧，佢只要消費一個可能係我哋一個叫做體驗嘅套裝啦 intro pack 啦，咁其實你已經係成為一個合格嘅經銷商㗎啦。好啦。第2個部分咧，就係你要保持一個活躍嘅狀態。咁何謂活躍啊？就係你個人啦，每4個星期咧都要做一個重複消費，就係60個 CV 嘅。咁大概等於咧就係110蚊嘅美金嘅產品。咁譬如我哋嘅其中一個王牌嘅產品啦，我哋嘅 Eternal 啦，咁就係有60個 CV 噶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3星級或3星星光或以下嘅級別咧，你都係重複消費60個 CV 就 OK 啦。咁當你如果達到呢2個條件嘅話咧，你嘅消費積分嘅收入以下嘅部分咧，全部你都可以獲取嘅。咁首先就係你加盟咗，咁你自己本身咧就開設咗一個網店啦。咁公司就會安排一個左右嘅營運區俾你嘅。咁然後你就開始去同你身邊嘅朋友去分享啦。假設今日你同咗你嘅 A 朋友同 B 朋友分享，咁到底呢啲嘅分數係點樣去翻嚟嘅咧？只要你嘅左營運區咧有300分，你嘅右營運區咧有600分，加埋有900分嘅話咧，你就會得到35美金嘅消費積分收入。咁如果你有10個滿意嘅用家嘅話，達到我哋嘅 Happy 10咧，你嘅35蚊美金就會增加到45蚊美金每一次嘅碰局嘅收入啦，即係我哋所講嘅消費積分嘅收入。咁正如頭先我所講，呢個分數點嚟嘅咧？其實就當然嚇，呢個其實應該咁講就係300分、600分咧，你左右調轉都 OK 嘅。咁公司咧其實就會按照你喺嗰個星期啦，到底你係邊一個左營運區定係右營運區嘅團隊個積分比較多嘅話咧，就會從嗰邊咧去扣取呢個600分嘅。簡單呢個概念，呢個係咩咧？就係用積分去換美金嘅一個嘅收入嚟嘅。好啦，咁而呢個積分其實係嚟自邊度嘅咧？第一，當然啦，就係你呢2位 A 朋友同 B 朋友佢哋消費翻嚟嘅積分啦。第
第二就係佢哋可能再會同佢哋身邊嘅朋友去分享嘅。咁喺呢個部分咧，我哋係無限嘅延伸嘅。換句話講，可能係你嘅 A 朋友背後嘅人。譬如呢啲人可能你唔認識㗎啦嚇，但係其實佢哋嘅積分每一分咧都會納入你呢個消費積分收入裏邊㗎。咁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好震撼嘅收入，而且無限延伸嘅意思就係你個朋友個朋友朋友後邊嘅人，甚至乎完全你係唔認識嘅，但係佢哋嘅積分都會係統計入去呢一度啦，每一分都係你嘅一分嚟㗎。好啦，第二呢個我哋係全球連線㗎。譬如話，無論而家你身處喺任何一個國家嚇，譬如話假設你喺香港，我今日我喺香港啦嚇。咁如果我介紹咗一位可能係日本嘅朋友，日本嘅朋友佢消費嘅積分會上嚟啦。日本嘅朋友介紹咗個加拿大嘅朋友咧，佢哋嘅積分係全球無限延伸啦，佢去產生上嚟俾你嘅。咁所以你發現到咧，當個時間越耐，你嘅團隊嘅人數越多嘅時候咧，你呢個嘅積分咧就會越嚟越高㗎啦。咁你只要做一個動作就係，如果剛剛我提到㗎啦，就係如果你喺每4個星期都有去做一個重複消費60個 CV 嘅話咧，你個人咁剩餘落嚟嘅積分咧，全部係會幫你保留㗎。因為有機會嘅就係可能你嘅左營運區呢個星期佢嘅分數比較多，右營運區嘅分數比較少，可能你今日。我哋講一個 cycle 啊，一個碰局啦。你碰完之後咧，有啲積分剩餘咗落嚟㗎，咁全部嘅積分都會同你保留。只要你每4個星期咧，你係有做呢個重複消費60個 CV 咧，就 OK 㗎啦。咁所以喺呢個部分，我哋係無限延伸啦，只有就係一個收入嘅上限嘅啫。咁我哋每個星期咧就係有500次嘅獎金。如果每次係35蚊嘅話，咁其實換句話講，一個星期咧就係17500蚊嘅美金啦。咁如果你4個星期，大概1個月時間嚇，咁呢個就會產生到有7萬蚊美金每4個星期啦。咁正如頭先我提到，如果你達到我哋嘅 Happy 10嘅話咧，咁你每個星期嘅上限就會去到600次，每次係45蚊美金。換句話講，每個星期就係27000美金啦。連續4個星期，大概1個月時間咧，就係108000蚊美金啦。咁喺我哋呢個消費積分嘅部分咧，有個非常大特別之處㗎。譬如話頭先同大家去分享到就係你推薦咗2位嘅朋友啦，一個 A 一個 B， 你分別放咗喺左右嘅營運區。咁當你如果你有個 C 朋友佢要加盟嘅時候咧，其實因為我哋只係得2個營運區去結算分數啊嘛，所以當你如果推薦第3位嘅朋友咧，你嘅做法就係會將佢向下放，你將阿 C 或者阿 D 你就送落去咧，俾你嘅 A、B 嘅朋友嘅。咁喺呢個部分咧，有一個好大嘅好處喎，你要發現到，譬如話你而家推薦咗6位嘅朋友啦，你嘅左區有 A、C、E， 你嘅右區有 B、D、F， 好啦，咁如果而家譬如話阿 E 朋友，佢消費有一個900分嘅話咧，你會發現呢一個900分，因為1位朋友嘅消費咧，佢嘅積分咧就會上到去 C 係會有900分，A 有900分，而最重要咧，你都有900分嘅，咁就可以喺呢個部分咧，達至到成個團隊大家去互相合作咧，大家可以產生到一個共贏嘅效果咯。好啦。然後我哋第3個部分咧就係一個叫團隊管理嘅收入。咁呢個團隊管理嘅收入就好簡單嘅啫，即係正如譬如今日可能你介紹個朋友去做一個工作嚇，咁你個朋友哇喺嗰個工作度賺到錢啊，咁其實同你無關嘅，可能你個朋友就會同你講聲多謝咯。但係今日如果喺 Three，你介紹咗你個朋友加盟咗 Three 啦，佢好努力喺度做，你會發現到所有你嘅朋友賺取到嘅消費積分收入咧，你會額外攞到一個百分比嘅。正如喺呢個圖上邊啦，好啦，大家記得頭先嗰個你介紹咗6位嘅朋友係嘛？咁而喺呢個部分，雖然你介紹嘅朋友咧，你係向下放咗落去安置咗你嘅團隊下邊你嗰個組織圖啦，下邊嘅位置度，但係因為佢哋都係你個人直接推薦噶嘛，所以頭先我提到嘅 A、B、C、D、E、F 呢啲嘅朋友咧，佢哋都係你嘅第一層次嚟嘅，都係你嘅 level one。好啦，我舉個例嚇，譬如話今日呢位 A 朋友，佢好努力㗎，佢賺咗7萬蚊美金啦，佢 max 收啊，佢達到嗰個收入嘅上限啦，每4個星期。
咁你因為佢係你嘅第一個層次啊嘛，所以咧你就會額外多賺20%。如果你達到 Happy 10嘅話咧，就會增加30%。換句話講，你幫助咗一個朋友，佢賺到好豐厚嘅收入啊，喺嗰個消費積分嘅獎金嗰度咧，你就額外多賺30%。淨係因為呢位 A 朋友帶嚟俾你嘅收入咧，就額外有21,000蚊嘅美金。當然我要強調喺呢度嚇，收入咧就冇任何嘅保證嘅。咁呢個咧其實係我哋公司嗰個獎賞嗰個制度啦，去俾大家去作一個嘅參考嘅。好啦，另外啦，如果今日係去到第二個層級嘅話，咩叫第二個層級咧？就係你直接推薦翻嚟嘅朋友，佢哋所推薦出嚟都係你嘅第二個層級。咁如果喺你第二個層級嗰度咧，你係會額外去賺取到咧係15% 嘅。所以如果今日呢個 A 朋友佢推薦咗位朋友出嚟，都係好努力嘅話，呢個 A2啊，佢都係去到滿檔啦 ，max out 啦，7萬蚊。咁你額外15% 咧，淨係呢一位朋友咧，為你帶來額外嘅收入咧，就係10,500,000蚊。咁喺呢個部分咧，就係我哋有7個層次嘅，咁分別係由30%、15%，你第3個層次咧10%，由第4去到第7個層次咧，都係額外多賺5% 嘅。咁而喺呢個部分咧，就係有級別嘅一個對等㗎啦。咁如果你係1星嘅話，你就會賺1個層級；你係2星就2個層級，如此類推，去到7星咧係可以賺取到7個層級嘅。所以喺呢度大家你要發現到，可能喺下邊咧就見到，咦？咁下邊好似得5%，但係你唔好忘記喺你成個嘅組織上邊咧，你個組織打得越深，你下邊嘅人數其實係越多嘅。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呢一個收入咧係非常非常豐厚嘅收入，而且唔係各選其一，係你賺取完個消費積分嘅收入咧，呢個部分額外你係可以獲得嘅。簡單啲嚟講，今日如果你推薦咗一位嘅朋友，你喺呢一度你都可以賺到非常豐厚嘅收入。當你推薦咗2位嘅朋友，左右區佢哋同步去發展嘅話咧，你就會額外再賺取頭先我所提到嘅消費積分嘅收入啦。好啦，咁到底何謂 Happy 10咧？應該咁講，Happy 10嚇，你可以得到有啲乜嘢嘅額外嘅獎賞咧？首先第一，你嘅碰局嘅獎金啦，即係你嘅消費積分嘅獎金啦，係會增加到45蚊嘅，由35蚊增加到45蚊。換句話講，你嘅每一次嘅收入啦，每一次嘅積分嘅收入啦，你都會增加28%，呢個係非常大嘅百分比嚟㗎。第二就係你第一級嘅領導管理嘅獎金啦，就會額外增加多10%，由20%增加到30%。第三就係你個碰局每周個封頂咧，係會由500次增加到600次嘅。咁當然呢一個咧，就另外仲有2個嘅資格咧，係需要達到去符合嘅。另外3個資格達到要符合嘅。咁呢個大家可以咧去翻你哋個官網啦，睇翻我哋中文版嘅詳細嘅獎金嘅制度。好啦，咁到底點樣去達標啦？我哋嘅 Happy 10，第一，你就擁有10個。或者更多啦，活躍嘅個人推薦客戶。簡單啲嚟講，就係你直接推薦咗10位嘅朋友，呢個係冇時間限制，係累積嘅。當你達到10個嘅話咧，你就完成咗呢一個條件啦。第二，你係需要咧喺為期4個星期裏邊咧，就喺你嘅第一層次度咧產生到1000嘅 CV 嘅訂單。咁呢個1000嘅 CV 到底點嚟咧？佢分別有3個部分㗎。第一，就係你嘅第一代，佢哋做嘅重複消費60分啦。假設今日你推薦咗10位嘅朋友，呢10位嘅朋友咧，佢每個月都有做一個重複消費。譬如話，剛剛我提到嘅，我哋有一個專業版嘅套裝。呢個專業版嘅套裝咧，佢裏邊係包含咗11個月嘅重複消費送俾你推薦嘅朋友㗎。咁所以如果你推薦咗10位嘅朋友，佢都係用專業版套裝加盟嘅話咧，其實你就滿足咗呢10個佢哋有做重複消費㗎啦。咁但係你發現10個人每個人60分，咁佢得600嘅 CV 嘅啫。咁另外其他嘅 CV 點嚟咧？當然你可以推薦更多嘅。第二啦，就係你過去4週咧個人新推薦嘅業績。譬如話而家你推薦咗10位嘅朋友，佢哋都有做重複消費，有60分啦。
然後可能你喺呢個星期咧，你介紹多一位嘅朋友，佢係購買咧我哋嗰個專業版嘅套裝嘅。咁你發現專業版嘅套裝咧，我哋係有600個 CV 係會即刻係向上計算嘅。所以重複消費10個有600分，你新推薦翻嚟嘅嗰一位買專業版嘅套裝600分，加埋1200分你就達標啦。你又達到我哋個 Happy 10㗎啦。咁而第三咧就係、因為好多個 partner 咧，我哋嘅產品實在太好啦。咁啊好多個朋友咧發現我產品我成家人其實都係唔夠用㗎。咁你可以喺後台度咧自己再去消費產品喺一般購貨嗰度。咁但係我哋公司鼓勵嘅就係、多勞多得，我哋唔希望就係、啲人咧為咗賺取呢個由35變到45蚊咧，就自己咧不斷係咁去消費。咁所以喺呢個部分咧，最多個人嘅消費咧，公司只係計算200嘅 CV 嘅啫。所以你點樣達到呢1000嘅 CV 啊？簡單啲嚟講，就係、用下邊呢3個方法，1、2、3加埋達到1000嘅 CV 咧，你就成為我哋嘅 Happy 10㗎啦。咁當然最簡單嘅就係點啊？慢慢你逐步去累積啦。當你推薦到有17位嘅朋友，而呢17位嘅朋友佢哋都係每個月去做一個重複嘅消費60個 CV 嘅話，你將17乘60咧，呢度就等於1020。換句話講，你就永遠啦，你個碰局咧其實都係達到45蚊一個碰局㗎啦。好啦。接住嚟第二個部分咧，就係要同大家去分享咧點樣去上我哋嘅聘級啦。咁呢個上聘級嘅話咧，係會關乎到咧你去賺取我哋嘅領導管理嘅收入㗎。好啦，首先嚟嘅就係1星級。1星咧，其實所有我哋喺1星、2星、3星咧，我哋都有3個嘅條件㗎。第一就喺過去52週度啦，你個人嘅團隊啊，就係由你推薦出嚟。成個嘅團隊同你有推薦關係嘅，要達到800個 PGV 啊！呢個太簡單啦，朋友嚇。好啦，第二就係你每一條推薦線咧，最多都係200個 PGV 嘅啫。換句話講，簡單啲，譬如話今日你推薦咗 A 朋友佢買咗個專業版嘅套裝有600分嘅，但係當然嗰600分計俾你嗰個碰局嘅咧，係計晒俾你嘅。但係如果你要上聘嘅話咧，喺呢一個部分，公司只係最多計200個 PGV 嘅啫。好啦，第三就係因為你有2個營運區噶嘛，你嘅左區有 AC， 你嘅右區有 BD。咁左右嘅營運區咧，兩邊最少咧都需要有300分嘅。所以如果你話要達到1星級嘅話，好簡單，你只需要推薦4位嘅朋友，有2個放喺你嘅左區，2個放喺你嘅右區。咁加埋你睇睇啦嚇，如果呢個係200分200分 ，B 同 D 都係200分200分，咁你加埋係咪有800分？第一個符合啦。第二，每條推薦線最多係200分，你都符合啦。第三，左右嘅營運區300分，你分開咗 AC 加埋400，BD 加埋400，又符合咗，你就達到我哋1星級噶啦。有一個我想強調嘅就係呢800分、200分、300分。唔一定係你個人推薦嘅朋友，佢哋購買嘅，可能係A 朋友假設佢買咗100分嘢，A 朋友佢推薦個朋友出嚟買100分嘢，咁樣都可以達標嘅，明白嗎？所以1星非常簡單，2星同樣嘅道理嘅啫，咁就係過去52週啦，你就累積就係1200個 PGV， 咁而每條推薦線咧最多係計300分。而你嘅左右區最少係需要有400分，所以簡單啲嚟講，同樣如果你要上我哋嘅2星級嘅話咧，咁只要都係左面推薦2個，右邊推薦2個，咁總共達到咗1200分 ，OK， 你又達成咗啦。第三就係我哋嘅3星級啦。咁3星咧係一個第一步嘅，喺我睇到就係喺 Three 公司裏邊咧係一個第一步嘅一個指標嚟㗎。3星級咧就係喺過去52週裏邊咧，你累積到有3600個 PGV， 每條推薦線最多咧就係600分，而喺你嘅2個營運區咧最少都係需要有900分嘅喺每個營運區嗰度。所以簡單啲嚟講，如果你話要上3星嘅話，只要你推薦6位嘅朋友。你嘅左區有3位，你嘅右區有3位，其實就達標㗎啦。
簡單啲嚟講，如果今日大家見到我哋有個專業版嘅套裝嘅，咁每一個套裝有600嘅 CV 咧，係即刻上嘅。所以你睇，如果你今日推薦6位，佢哋6位都係買專業版嘅套裝，而你分別都係擺3個喺左、3個喺右，你就達成咗我哋嘅3星嘅級別㗎啦。好啦，另外我哋一個係3星嘅精英啦，咁就係當然你首先你要達到咗我哋嘅3星級啦，然後就喺4個星期之內咧產生到1000次嘅碰局。何謂1次嘅碰局啊？就係頭先我所講，只要你嘅左右營運區加埋有300、600加埋有900分咧，就會產生咗一個碰局噶啦。咁只需要喺4個星期裏邊產生到呢個碰局，而你自己亦都成為咗我哋嘅3星咧，咁就達標噶啦。咁當然呢個積分咧就唔單止係你嘅推薦線嘅團隊嘅，咁包含埋可能你嘅上屬安置落嚟一啲你完全陌生同你冇推薦關係嘅朋友，佢哋嘅積分咧都會計算入去呢度咧，去俾你上3星精英嘅評級嘅。好啦，再落嚟咧就係我哋嘅總裁嘅級別噶啦。咁去到我哋嘅4星總裁咧，你嘅每個月嘅重複消費咧，你係保持活躍係需要120個PV。另外喺4個星期裏邊咧，你就要產生咧係200次嘅碰局嘅。咁另外就係過去嘅52個星期啦，咁你就要係產生咧有2條嘅3星線啦。咁而每一條嘅推薦線咧就計1個嘅3星級嘅。好啦，簡單啲嚟講啦，我哋去睇啦，就係今日你推薦咗你嘅團隊啦 A、B。咁好啦。何謂呢個產生2條嘅3星線咧？就係你嘅 A 或者你嘅同埋你嘅 B 朋友嚇，佢哋自己係3星，或者A 佢下邊有個3星，所以呢個其實唔需要一定係要你個人推薦出嚟佢成為3星，只要你有2條嘅推薦線，分別呢2條推薦線裏邊都產生到有1位嘅3星咧，你就達到我哋呢個第2個指標噶啦。然後4個星期之內，咁你就產生到有200次嘅碰局咧，恭喜你就成為我哋4星級嘅總裁噶啦。咁5星咧，亦都係好簡單，同樣保持120個 PV 嘅活躍啦，即係重複消費120個 PV 每4個星期。而喺4個星期裏邊咧，你達到500次嘅碰局。咁而我哋嘅3星嘅小區啦，我哋嘅3星線啦，就係有4條，分別你有4條線。喺裏邊都有產生到1位嘅3星咧，咁你就達標，成為咗我哋嘅5星嘅總裁噶啦。6星嘅總裁啦，同樣都係保持活躍120個 PV，咁然後喺4個星期裏邊咧就產生到1000次嘅碰局。咁而喺過去嗰52週咧，你就分別有6個3星嘅小區，即係你有6條嘅3星線啦，咁你就成為咗我哋嘅6星級嘅總裁啦。好啦。然後咧就達到去到我哋嘅7星啦，7星同樣都係保持120CV 嘅活躍啦，喺4個禮拜裏邊咧產生到1500次嘅碰局。咁而喺你嘅推薦團隊裏邊咧，係分別有兩位係6星嘅總裁。同樣地，呢2位嘅6星唔一定係你直接嘅推薦，係喺你嘅推薦線延伸出嚟嘅，產生到有2個6星，而你達到1500次嘅碰局，喺每4週裏邊咧，你就會達到我哋7星級嘅總裁噶啦。好啦，咁呢個表咧，其實就大概大家可以影一影相嘅嚇。如果你有需要嘅話，咁呢個表咧就係比較簡單，就係頭先我所講關於我哋品牌大使級別到底係點樣去上聘嘅。咁首先第一嘅就係譬如頭先我提到合格嘅品牌大使啦，你左邊右邊推薦1位，然後咧佢哋分別係消費咗100個 PV，咁你就可以賺取我哋嘅消費積分嘅收入，成為我哋嘅合格品牌大使啦。1星頭先提到嘅，你左面推薦2位，右邊推薦2位，咁就係成個團隊佢有800個 BGV，最高每個推薦線咧就係200分，另外最少每一區就係300。咁你達到咗1星，就會收到我哋 Level 1第1層級嘅領導管理嘅收入。咁呢個表咧就比較清晰，大家咧係比較容易啲去睇嘅。呢一個係我哋嘅品牌大使嘅級別，下一個咧就係我哋總裁嘅級別㗎啦。咁頭先我提到嘅就係4星嘅總裁啦，用呢個嚟舉例。咁4星嘅總裁咧，你會收到我哋4層次4代我哋嘅領導管理獎金嘅。
咁你只要喺4週嘅裏邊達到200次嘅碰局，咁而有2條嘅3星線啦，你就會成為我哋嘅4星噶啦。如此類推，去到我哋嘅7星。好啦。另外，我哋其實除咗去到7星嘅總裁咧，仲有我哋3個咧係鑽石嘅級別嘅，分別就係我哋嘅黃金鑽石啦、皇冠鑽石啦，同埋我哋嘅皇家皇冠嘅鑽石嘅。咁詳盡嘅話，呢個大家亦都可以喺你哋個人嘅網站啦，你哋嘅後台去睇翻嗰個中文版嘅制度嘅解說嘅。好啦，另外呢個亦都係非常犀利一個部分咧，就係我哋叫做全球領導嘅分紅收入。咁 Three 公司咧會將全球總業績嘅 CV 3% 咧係會撥出嚟，咁就每週咧去支付嘅，俾咩人咧？所有4星或以上嘅總裁。過去大家可能了解嘅就係，可能你要成為一間公司嘅股東啦，甚至乎係董事啦，先至可以喺年尾嗰度、年中啦，就去作一個公司賺錢啦、盈利嘅分紅嘅。咁但係今日喺 Three 呢個平台非常好，你唔需要投資任何公司背後行政各方面嘅嘢，燈油火蠟、鋪租人工，只要你達到我哋4星或以上嘅總裁咧，你每個星期就可以賺取公司呢個全球性嘅分紅噶啦。咁只要你係我哋嘅4星總裁啦，維持活躍120分。好啦，然後冇時間限制，累積你推薦咗5位嘅朋友，而呢5位嘅朋友咧，亦都有保持活躍，佢哋每4個星期咧都有去做一個個人嘅重複消費60分，5個每個60分，咪300分啦。咁你就達到基本嘅條件噶啦。咁你達到基本嘅條件咧，你就可以喺呢個彩池裏邊咧就攞到1份噶啦。然後就按照你自己嘅薪酬嘅等級啦。如果譬如你自己係4星嘅話，你就多攞1份；你係5星多攞2份；你係6星多攞3份，如此類推。第三就係喺你嘅推薦線上邊，如果有產生到總裁嘅話咧，亦都會加嗰個份數咧，去額外再加俾你嘅。咁而第四呢個係我相信係嚟得最多嘅一個份數嘅獲取嘅，就係按照你嘅支付級別。如果你係4星，你會發現到喺你4層裏邊產生嘅業績，每1000分你就額外多攞1份噶啦。咁所以大家呢個係一個非常豐厚嘅一個收入。當然而家喺 Three 咧仲係剛剛開始嘅時間啦，個業績未係去到非常之龐大。但係當業績一路上嘅時候咧，其實你會發現到呢個分紅咧係你係可以攞終生嘅分紅嚟㗎。好啦，另外咧，我哋有啲嘅晉級嘅獎金嘅。呢個晉級獎金咧，分別我哋有3類嘅。第一類咧，我哋叫 RC 咧，就係獎勵嘅禮券。呢啲獎勵嘅禮券咧，就係你可以喺後台度去消費任何嘅產品，你可以送俾你嘅拍檔去買任何嘅產品喺佢哋後台。但係呢個禮券咧係冇積分嘅。換句話講，你唔可以用嚟就係加盟用嚟去做重複消費係唔得嘅。咁你就當如呢個就係咩咧？公司送俾你嘅禮券，送產品俾你去用嘅，呢個係叫 RC。另外 TO 咧就係我哋嘅金幣啦。咁呢個金幣咧，去撥出嚟咧，就係你可以用喺任何嘅訂單、任何嘅消費。但係呢個金幣咧，就係每一次個使用咧，就係嗰個訂單嘅總銀碼咧，係只可以用1半嘅金幣嚟到去做支付嘅啫。第三 CB 咧就係一次性嘅現金獎，所以咧由你成為我哋嘅1星，去到我哋嘅3星咧，你所得到嘅都係獎勵禮券。當你成為我哋嘅3星星光，去到7星嘅總裁咧，咁係分別係有500蚊嘅 token 去到5000蚊嘅 token 係不等嘅。另外，當你上到你嘅鑽石級別嘅話咧，就係由5萬蚊嘅美金去到25萬美金嘅現金獎啦，一個一次性嘅現金獎。好啦，去到最後呢個部分咧，亦都係大家可能係比較少去了解到嘅。其實喺頭先我所講嘅所有嘅收入咧，大家見到嘅都係喺個水平面個冰一啲嘅浮冰個浮冰咧，有一次我好記得之前咧我去過
阿拉斯加嘅遊輪啦。有一日我瞓醒見到，哇！個海面度好多個浮冰喺度。後來我先知道咧，原來我見到個浮冰咧係細細嚿喺上邊，但係原來喺個水面以下嘅話咧，佢下邊係好龐大㗎。而我今日喺 Three 度我睇到咧，就係真正嘅收入，大家其實未見到。頭先講，可能大家已經覺得係非常豐厚嘅收入，呢一個其實喺水平面上邊嘅啫。而喺呢個水平面下邊嘅，到底係啲咩真真正正未被發現嘅被動嘅收入呢？大家你一路去建立個團隊嚇，其實呢個都係用時間去建立嘅。假設可能你發展咗1年至到3年嘅時間啦，你成個團隊咧有3萬嘅成員，我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就係喺之前一個創業嘅機會啦，喺10年前啦，我好有幸啦，我認識到 Kim 教咗我好多嘅點樣去喺呢個領域嗰度咧，點樣去經營啦，用個正確嘅方法去做。咁我當時咧用咗10年嘅時間啦，其實我成個團隊係超過8萬人，分佈咗喺全球70幾個國家嘅。咁所以今天喺 Three， 大家去睇睇下，如果今日你成個團隊，你慢慢一路發展，用1至3年嘅時間，可能你個團隊累積咗有3萬嘅成員，仲記得每個人係咪佢都會做重複消費60個 CV？即係其實係買一盒我哋嘅 Eternal， 我哋嘅白藜蘆醇嘅產品嘅啫，一日用一包就60分㗎啦。咁如果你咁樣計算出嚟嘅話咧，呢度就係有180萬嘅 CV， 每4個星期嗬。好啦，我哋嚟睇睇喺我哋嗰個碰局個消費積分嘅收入，仲記得幾多分係攞一次錢啊？就係900分，係咪？所以我就將呢一個數字180萬咧，將佢除900。我就會計到出嚟，到底有幾多個碰局咧？有2000個碰局。咁而每一個碰局咧係45蚊美金嘅。換句話講，每4個禮拜咧就係9萬蚊美金啦。朋友，一年大概即4個禮拜大概係1個月啦，係嘛？一年就12個月，你將佢乘12嘅話咧，大家你睇一睇，其實你已經成為美元嘅百萬富翁啦，一年。呢度已經係100萬嘅美元，但係大家緊記一件事，喺呢一個部分，我係非常保守。首先第一，由個品牌發布去到而家，其實我成個團隊，我發現係冇一位佢只係用60分嘅 ，no 係冇啊！即係如果你今日可能係佢用 Eternal 係嘛個拍檔，咁如果佢想靚啲，佢想用 Collagen， 佢想用用多個 Revive， 咁其實你睇到又多60分㗎咯喎，咁你就變係200萬一年㗎啦，而且唔係佢個人用，係佢成個家庭去用。大家你諗一諗就知㗎啦。而家喺你嘅團隊裏邊有邊個，包括你自己係淨係用60分嘅嘢咧？所以呢個係好保守嘅事哦。第二，我係計緊3萬嘅成員嘅啫。呢件事喺過去佢哋之前嘅創業嘅機會啦，我哋追隨住 Kim 啦，其實已經係有無數人已經係嗰個團隊嘅成員係遠遠超過晒呢個數字㗎啦。第三，呢個部分嘅收入，我淨係計消費積分嘅收入嘅啫，我其他嘅獎金係未計嘅。包括頭先提到嘅領導管理嘅收入，可以收7個層級嗰啲咧，全部未計。所以呢個咧，其實係一個非常非常保守嘅一個數字。當然收入冇任何嘅保證，但係喺呢度，我想俾大家睇到嘅就係點樣係可以透過而家你去建立你嘅事業嘅王國。喺建立嘅過程，你會賺到一個非常豐厚嘅收入。喺建立完成，其實都冇完成嘅呢件事，因為你不斷都會係增長緊嘅你嘅業績，而且喺呢條數字上邊咧，我哋係未計新入嚟嘅業績嘅，只係計你鋪設好咗個管道，我哋嘅產品非常之優秀，你嘅拍檔每個月都係繼續去使用我哋嘅產品，你已經係獲取呢一個收入，成為乜嘢啊？我哋嘅美元百萬元戶啦。OK，所以咧喺呢個部分咧，大家其實可以係喺 Three 呢個平台咧，好好去把握。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哋有一個咧非常優厚嘅一個獎金嘅制度，只要按部就班跟隨住我哋嘅系統，逐步去發展咧，喺呢一日好快，大家嘅夢想就會去達成㗎啦。
好嘛？咁我今日嘅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咁下一次咧喺我哋廣東話嘅頻道咧，我會有更多嘅內容啦，更多大家係想學習嘅嘢咧，都會喺呢個頻道上邊咧去同大家做直播啦，去同大家發放嘅，好嘛？咁我哋下次再見，thank you，拜拜。